家己泡煮的牛蛋丸，有一定社区的时段，家囡仔用2个多月做红仔搁提衫，搁用在地5倍醋医生，甲信用中心的故事，编辑出趣味的牛蛋丸传奇。按算明年这生病院登记了后，要伫病院头前搁搬一届，互搁较侪人知影因在地的故事。此刻这个主席的超级火野公要来对付过 COVID-19。 大魔王，学生囡仔做伙人红仔，用地方传说甲社会事件来编故事。家己管报主牛台湾社区的时代甲囡仔做伙发表因学习报地戏的成果。拄啊当地有这个机会，无安尼孤单老人啊，也无伴也无迄个，啊有这个点通啊，互咱呢来遮坐，来遮耍，来遮迄个。 心头嘛，拢交交关。家己馆文化基金会布袋戏艺术下乡，伫普主市的双门国小百年校友宿舍头前来公演。校园拢是在庄的囡仔甲时大，成果发表一天，规个社区的人拢来现场支持。基金会表示，社区透过青年融合，传承在地记忆。家做的啦，这家做的啦，大家都拢做甲遮水啊，我个凊彩做做咧，成阮头家啦。上大的意义是啥？ 是让老幼可以一起来表演，而且老幼可以一起来了解地方的故事。这出牛台湾传奇是咧讲郑生病创办人5倍醋，伫庄内骑马出征，替全民看病，佮甲在地龙安宫的好爷做伙救人掠妖怪的故事。布袋戏团长讲，透过故事、金光佮趣味的安排，希望社区在地的传奇会当继续传播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